大家好，你们会用做谱来学习恰恰袂用错的古母卡数。由于早安腔变调丰富，接下来会在汉字下方标示本调拼音。若在讲的时候需要变调，就会在变调的汉字上方标示变调拼音，以帮助大家掌握实际运用的声调哟。我们学习见面时常用的称谓与问候，首先来介绍称谓。称谓可以分为男性、女性。如果年纪看起来比爸爸大的男性长辈，我们就会称他伯父、阿爸、阿爸。女性呢，伯父的太太可以称为爸咪、爸咪。如果年纪看起来比爸爸小的男性长辈，我们就称对方叔叔、阿叔、阿叔。女性呢，叔叔的太太我们就叫婶婶、阿婶、阿婶。如果遇到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稍微比较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男生可以称呼他阿哥、阿哥，女生称呼他阿姐、阿姐。接着我要介绍一个特别的词汇。当我们遇到前来洽公的民众，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无论我们知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客家话的老板怎么说呢？头家，头家。女生不用特别加娘，不管男性或女性都可以称头家，头家。好尾简单的称谓了后，会用做谱来学上家们的书哦。早安，熬着，熬着。吃饱了吗？吃饱吗？吃饱吗？吃午餐了没？吃冻酒吗？吃冻酒吗？您好，很好，很好。后面会用来用称谓和问候交叉组合起来的句哦。可比讲从下桥的例句。第一个，伯父吃饱了吗？阿爸吃饱吗？阿爸吃饱吗？第二个，哥哥早安。阿哥熬着，阿哥熬着。第三个，伯母您好。爸咪好，爸咪好。第四个，姐姐吃过午餐了吗？阿姊吃冻酒吗？阿姊吃冻酒吗？刚刚我举了4个例句，相信大家一定都晓得如何组合称谓和问候了。以上的教学是为了让大家可以自行依据洽公民众的情形和时间点来问候。